讲到这个以哈冲突，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空袭，以色列随伫加沙走廊发动军事行动。那根据联合国认可的这哈马斯的卫星部资料，到达上无是造成46000人的死亡。如今总算达成停火协议，对1月19来停火，嘛宣告以色列甲哈马斯15个月战事暂时告一段落。相关分3阶段来停火，放出认知其中的关键，惊解破新闻，咱请义诊来讲详细。是主播。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哈马斯伫2023年10月7日发动攻击，为加沙地区向以色列射3000多粒火箭弹，甲200多人掠去做人质。以哈冲突自迄阵到达15个月，但总算是要停战啦。开始这届停战协议的同款是美国、卡达甲埃及。这协议会分做3个阶段来进行。第一阶段拢做6个礼拜，为1月19开始，嘛是美国总统拜登落任的前一天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这第一阶段呢，会先针对人，搁有军队，另外搁有加沙地区物资的问题，先来做处理。以色列伫咧加沙地区中部的军队，就要先撤去边界的春秋区，因拢爱为加沙中部来撤出去，为着要让这战争有路无处的巴勒斯坦人会当回到家园。另外，拉法关口呢，嘛会重新来开放，逐天会放600台人道援助的卡车入去加沙地区。若人质的部分呢，哈马斯伫咧6礼拜内会放33个人出来，而且哈马斯只要放1个人，以色列就会放30个巴勒斯坦人对咧放出来，加30倍。时到咧，所以有可能就会是990个人到1650个人不等，就要看哈马斯放偌济人出来。第一阶段协议进行12天，就会开始第二阶段的部分。目前第二阶段细节还未确定，可能嘛是6礼拜时间。伫这个阶段，哈马斯就爱把所有剩的人质拢放出来。这个条件若准有完成，以色列就会撤出加沙地区。达成这个目标呢，才有法度永久来停战。所以讲，这个阶段会当讲是停战协议当中上界重要的一步。若第3阶段收尾的部分，伫这场战争，以色列甲哈马斯不幸死亡的所有遗体拢爱行动去，而且嘛爱开始加沙地区重建的计划。这部分就会交予埃及、卡达甲联合国做伙来监督。这停战3阶段协议敢有法度顺利，其实是有风险的。尤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过去是拢打甲正硬，唔愿提就抓要消灭哈马斯。而且第2阶段若要永远停战，详细要求还阁来讨论。不过上欢喜的绝对是加沙地区的百姓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甲时间交转去予主播。